主基督。伫古早的时，先知有参悟，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 活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在照因，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有一个囝要赏赐予咱。看，有在色女要怀孕生囝，甲伊号名叫做以马内利，平安眠、圣诞眠，天使传播大好消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当以马内利来临。 全世界。
细细城市别离行，实在够极安静。细囝耶稣卑微降生，带来真光和平。天君天使欢喜而乐，大声吟讲：咱的救主降生别离行。愿感谢你，互阮认捌你，领受你极大救恩。愿要跟对你，服侍你，虔诚敬拜你。亲爱的朋友，在平安夜、圣诞夜的夜晚，我们一起在这里享受一个非常非常感动的时刻，因为主爱我们，将他最宝贵、最宝贵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在主耶稣降生的那一夜，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上有天使正在大声的吟唱，宣扬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美好的信息。是的，天使时常对我们诉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好消息，甚至于也成为神所差派的灵来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度过一些或许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面对的情况。接下来我要讲一个故事，这是真实的发生在我生命当中的故事，也是在有一年的圣诞节所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我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一棵圣诞树。大家都有看到圣诞节的圣诞树吗？有，我们教会的圣诞树在哪里啊？哦，在上面。好，
这棵圣诞树为什么它很特别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棵圣诞树的故事。有一年的圣诞节，有一天在圣诞节期将要靠近我们像今天这个时间的时候，也就是最后一周，即将变成是我们要庆祝圣诞节的最忙碌的一周的时候，我基本上在圣诞节期有很多的服事，所以呢，常常要从家里，然后就很急促的走到教会来。那常常在走动的过程当中，会经过我的家到教会中间有一些商店街，但是呢，通常我经过那些商店街是不会去看它的，因为很忙，急着要到教会来彩排一些事情。那有一天，我也一样，就急着从家里一路走，就要往教会走。可是很奇怪的是，当我走到了离我家附近的一个商店，那个商店呢，它是在卖从国外进口的一些像瓷器啊、瓷杯啊，这样子的东西，都是属于比较好的品质、比较好的一些物品。那当我走过这个商店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其实那一天我应该是像平常一样，就是直接的走过，因为它在那个地方已经很久了嘛，对我也不是一个新的店，吸引我没有。但是很奇怪的是，在那一天，当我走过的那个商店的时候，好像有一股力量把我的头转过来，然后我就看着那个橱窗，哇，那个橱窗呢摆着许多圣诞节的饰品，其中呢有一棵圣诞树就吸引了我，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棵圣诞树。它为什么吸引我呢？因为它跟一般的圣诞树不太一样。如果大家看得到的话，你会看到它的圣诞树的装饰是把耶稣诞生的故事用了一些造型，把它放在上面啊，然后有马槽啊，然后有博士啊，有牧羊人啊这些，然后就这样转，成为一棵圣诞树。我觉得它很漂亮。所以我就被它吸引了，我就开始欣赏它。那其实呢，如果以平常的心境，大概看一看，哇，对，它很漂亮。可是我没有时间，我彩排的时间快到了，我应该马上就离开了。可是很奇怪的是，我就在那里看它。然后呢，从店里面呢，远远的、深深的店的最后，有一位店员啊，她是一位小姐。然后他就走，看到大概有人站着看了一会儿，他就走出来了，然后他就招呼我，他招呼我说要不要进来看一下啊？其实以那天的状况，我应该会回答他说，我今天很忙，我没有时间，我应该要走了啊。可是很奇怪的，我的心并没有这样告诉我，我跟他说好，然后我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呢，他就开始介绍我说，这个都是当季的这个圣诞节的东西啊，是从哪一国进来的。然后我就跟他说，这棵圣诞树很漂亮哦，我觉得它很好。那我就问他说，那这棵圣诞树要卖吗？然后他有一点为难，看了我一下，他说你想买吗？我说我觉得它很漂亮，我很想买。然后他就跟我说，然后想了一会儿，这个小姐呢，她就到她后面这个办公桌的抽屉打开，她就拿出了一些东西，我看到是一棵树，还有一个小东西，小的东西，她就跟我说，小姐很抱歉呢，这棵圣诞树是有瑕疵的，因为它断掉了，它断掉的东西就是在这里。有一棵小的树，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像杯子一样东西。他说他就断在哪里，他就指给我看，就是这里哈，它断掉了。那你还要吗？然后我想一想，我就问他说，那它可以粘得回去吗？他说应该是可以啦。我说好，如果它可以粘得回去，我就买它。然后他有点吓到，他说这个东西是坏掉的哎，我说对，没有关系，你只要把它粘回去了，我就买它。然后他很高兴，他说：“你说的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啊。”那我跟他说：“可是我大概这1-2天我没有空来哈，那你可以给我什么时候给我？”
他说那我2天后给你可不可以？我说好，可以。然后我就走了。那就这样子，我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然后就圣诞节我们教会很忙嘛，然后就忙了一些事情之后，2天后，我跟他约的时间到了，我要去拿这棵圣诞树。但是要离开家之前，心中有一个感动，我就想说圣诞节嘛，那我呢就写一张卡片给他。所以呢，我就拿了一张卡片，上面就写了一些祝福的话啊，然后多写，好像感觉上好像需要再多写一点什么，因为太空了。然后我就想，好，那就再写一些，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可以依靠这位主，因为他爱我们，他愿意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之类的这些祝福的话，我就把它写在上面了，然后就带去了。带去以后呢，这小姐看到我来了，她很高兴，然后她就说：“你确定你要买吗？”然后她先拿给我看，她说：“大概粘好是这样。”她说：“我没有自己粘哦，我是把它送回去公司在维修的人把它粘好的。”我说：“哇，很感谢你哦。”然后她就跟我说：“你确定要买吗？”我说：“确定啊。”然后我说：“那个你看多少钱这样子？”她说：“我给你打8折好了啦。”我说不用，你不用给我打折。他说为什么不用打折？我说现在是圣诞节啊，所以呢就当作上帝赐给你一个礼物啊，上帝给你一个礼物，你不用给我打折。好，然后我就把我的卡片拿给他了，说这张卡片祝福你圣诞快乐哦。他很高兴，但是我看到他很高兴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眼光有一点泪水。那我是觉得说，他应该是太感动了哦。好，但是 anyway 就是这样子，我就把这棵圣诞树抱回去我家了。之后呢，我圣诞节期过后其实都是比较稍微舒缓一点那我就又有机会经过那边的时候，他就看到了我，他就给我挥挥手，然后就叫我进去泡一杯咖啡要给我喝。然后在那个时候，他才告诉了我，他为什么很感动。他说因为他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他需要照顾他小学2年级的孩子。那在这1个月当中，因为他的老板进口了很多国外的圣诞节的一些东西，但是呢老板规定说每天都要把这些东西擦得很干净，那他就很认真的擦，可是也很认真的打破了。所以呢，打破要怎么办？当然就要赔咯。所以他其实已经赔很多了。他说他赔了好几个东西他的这个月的薪水都差不多没有了这样子他说那天他又在擦拭这棵圣诞树的时候，又把圣诞树给折断了他心里就非常的难过。他说完了，哇，这棵圣诞树我要赔多少钱啊？所以他呢偷偷的把那个断掉的赶快去收在抽屉里面，然后也不敢给他老板知道说他弄断了。但是他知道有一天老板一定会发现的。虽然那个断掉的地方如果没有仔细去找，也许很难找，因为上面太多东西了可是他就觉得说，哇，他说你可以帮我把这件事解决，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那我觉得很好啊，原来我还可以帮助他。所以呢，我那天很高兴，喝了咖啡以后，我就带他祷告，我就陪着他祷告。那么在祷告当中，我也让他感受到说，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经历，或许是一个苦难，但是爱我们的神他都知道，只要你愿意把你的心里的负担重担你交给他，他会帮助你的。可是呢，事情还没有结束，还可以坐下来。后来在差不多1月左右，差不多我们圣诞节完，然后差不多1月左右，我就发现他不见了，那个店就看不到他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见了。但是呢，差不多到1月底左右，快靠近过年的时候，我发现他又出现了。而不是我发现，是他发现了我。有一天我走过那个店的时候，然后这位小姐呢，她就看到了我，她非常非常的激动，就赶快叫我，然后把我带进去。我说：“你为什么不见了呢？”然后她才告诉了我，她经历了一件
事情，就是在圣诞节后12月31号一年的年底，大概是因为他常常打破东西，所以老板把他 fire 掉了，老板辞掉他了。但是辞掉他之后，他就进入元旦的假期。那在元旦假期中，他有一个很大的征战，是因为一方面他失去了工作，很快的他这个月的薪水大概已经被扣得差不多了，房租也缴不出来了。然后呢，他的孩子，那个2年级的孩子，是一个很有天分的孩子。他的老师曾经跟他说，他的孩子可以去参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训练。那他也非常乐意让他的孩子去。可是呢，在他需要在缴这个费用的时候，已经没有钱可以去缴这件事，这个费用。但是他的孩子每一天在那个假期中，他看到他孩子每一天都在期待要去上那个课程，然后非常的喜乐的在等候，常常跟他说起这个事情。但是他发现自己好像前面没有路了。他说他一直不知道，他打电话告诉老师说他的孩子没办法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训练，可是他不敢跟他的孩子讲，不想破灭他的孩子的梦想。然后他也没有钱可以缴房租，很快的他的房东就要来找他了。然后他现在也没有工作，他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资助他，可以帮助他。所以有一天晚上，他坐在桌子前面，他已经准备好了一罐药，他要吞下去了。在那个假期当中，当他说他要开那罐药的时候，他看到了旁边有一张卡片。大家知道是哪一张卡片吗？我给他写的那张卡片。他就看到了那张卡片，突然想到了我，他就把那张卡片拿起来打开，里面所有的话语，其实我不过就是写很平常我们大家分享的一些话语，可是那些话语好像是天父上帝在对他说：孩子，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我的爱要抱抱你，我的爱要扶持你，我的爱要帮助你。他说他在读那张卡片的时候，他就不断的哭，不断的流泪。后来他放下了他的心，他决定要面对他前面的道路。但是很奇妙的是，那天晚上他就开口自己祷告。他学了我带他祷告的那个意念就是在后来我帮助他一起祷告的那样的一个学习，他就自己祷告。他说那个祷告给他带来的平安是他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他成为单亲妈妈已经一段很长的时间了，他从来没有那种平安的心境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他就那天晚上他得到了非常大的平安，也放下了将要解决自己的念头。很奇妙的是，第二天竟然他的孩子的老师打电话来告诉他说，他愿意免费的让他的孩子去接受这样的训练。他说他简直没有办法想象，他在祷告当中跟上帝说的话竟然可以实现，因为他跟这位神说，如果可以，你可不可以让我的孩子去学他所想要学的事。他说奇怪，怎么这么第二天而已，上帝就为我预备了。然后之后呢，他的房东来，然后跟他聊天的当中，知道说他被 fire 掉了。他的房东竟然说没关系，你就等你找到工作的时候再给我吧。他说他难以想象，怎么有这么好的事可以发生在他身上。更好的是大概2个多礼拜，他被 fire 2个多礼拜之后，他的老板打电话给他说，请你回来上班。因为他离职的那2个礼拜中，老板找了一个新的人来，结果那个人的业绩叫0，没有卖掉半样东西。可是这位姐妹她都很认真的为老板在卖东西，所以她的业绩其实是不错的，只是她很会打破东西而已。当他那一天，他说2个礼拜后，他的老板竟然打电话要他回去工作，他简直不可思议的感
感受到了那种神给他的爱。所以后来他回去工作以后，他就每天都在找，看我有没有走过去。当我走过去的时候，他就把我抓进去，分享了这个他的生命历程给我听。他告诉我说：“你是上帝派来给我的天使。”当他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的心中不是只有高兴而已，而是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念，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别人祝福的天使。当上帝要祝福一个人的时候，或许他就要呼召你成为同工，成为那位天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天神硬把你的头转过去，让你在看着注视着一件事的时候，或许你就要成为天使了。人在一生当中最美的祝福是什么？就是能够认识这位赏赐我们一切丰盛恩典，用爱保抱我们的天父上帝。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的清静的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阿们，阿们。敢有一个朋友会当伫你死刻的陪伴中间呢？敢有一个朋友会当担当你的心灵的苦楚？敢有一个朋友会当为着你我放下性命？
有一个朋友，有一个至好的朋友，伊愿意成做咱生命中至好的朋友。这个朋友是一位咧，是主耶稣，是主耶稣。主耶稣愿意成做咱至好的朋友。哈利路亚！耶稣是阮至好的朋友，阿们。好不好？我们跟你旁边的说，耶稣是我的好朋友。再跟你旁边说，耶稣也是你的好朋友。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我又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生命见证。去年的感恩节，我也站在这里分享，就是因为我5年前因为发现脑瘤，我开刀，然后去年我又
复发，所以我又去开刀。那于是去年的感恩节，我站在这里分享我的第2次开刀。那今年半年前，我又发现我的脑又复发了，那个肿瘤又复发了，所以7月的时候我又去开了第3次的刀。但是因为不能开这么多次啊，所以医生说很有可能开完刀会醒不来，很有可能你醒来了，你会忘记所有的事情。那其实这个跟死掉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其实这个是蛮沉重的一件事情。那怎么办呢？也不晓得怎么办啊。但我可以勇敢的去面对，但是我舍不得是我的孩子、我的家人、我的先生，所以怎么办呢？那我觉得我还是要开刀啊。我觉得很感谢主，就是有非常多的人在为我祷告。很多人为我祷告，那甚至我住院的那天，徐牧师来看我，他跟我说，分享了诗篇23篇，把所有里面的你都改成我，特别想成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说你可以想象，你就躺卧在一个青草地上，而不是苦难。所以我不管我躺在手术台，不管我在加护病房，不管我移到普通病房的时候，我都把自己想成对，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因为就是有这么一位神，他就是与我同在。他不管我开几次刀，我做过几次电疗，我怎么样治疗，他都与我同在。那这次我做完电疗以后，我就要开始化疗。那每个人每次都问我说：“你还好吗？”我都想一想，我还好吗？我很好因为化疗会有的副作用我都没有。因为很多人说嘴会破，我说我也没有，我能吃能睡能走能带孩子，这不是上帝的恩典吗？所以我们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会遇到很多的苦难，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因为有这位耶稣可以让我们依靠。刚刚那首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因为我认识主耶稣，所以我有依靠。虽然我不知道，虽然医生说我这次开刀以后这个肿瘤是第4期，但是我相信在耶稣里面有喜乐有平安。我们只要将一切交托给主，他必定会用他慈爱的双手来扶持我们。阿们。我今天没有要分享很多，因为我相信大家看到我站在这边，知道我是一个很 OK 的人。所以当你们问我说我还好吗，我要说我很好，我要说哈利路亚，因为我有主，所以我非常的好，感谢赞美主。所以耶稣是我们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他将忧伤变为喜乐，也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命和利那天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任世间变幻无穷变幻，寻找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无常的生命永存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
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尽变幻，街角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一毫。无穷的生命永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看见最高的人世间。好吧，我们将最大的掌声归给爱我们的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是的，我们感谢主为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生命。主耶稣说：“我是路，是真理，是生命。”主耶稣讲：“我是路，是真理，是活命。”是，主耶稣就是路，就是真理，是活命。在这条人生行往永远的道路，人人需要主，人人需要主。我
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永远到永远。我主基督配得尊崇，愿一切颂赞、阿乐、荣光归伫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大光照耀的迄暝，天使威雷大声吟讲：万世君王基督降生，平安暝、圣诞暝，圣囝耶稣为听降生。圣诞暝，将七星照耀光明，今暝救主基督为人降生。世人沉沦，全地好罪恶滚满，伫救主来，灵魂就伫拯救。困苦的人，拢得着望欢喜，因为今日荣耀新的开始。永存回，家庭第三场温馨，我心难离，圣的暝，基督降生，我心。
唔知咱个会记得，伫过去这4礼拜中间，我甲大家分享过，在12月25号圣诞节之前的4个礼拜，我们借着点代降节的蜡烛，第一支的蜡烛，甲咱讲啥？咱有希望，咱有愿望。第二礼拜咱2支蜡烛，信心。第3礼拜咱点3支蜡烛，喜乐。第4礼拜。咱点4支蜡烛，咱要经验到上帝听伫咱的中间。踮咧教会兄弟姊妹三甲斗阵，咱同水同美妙的一项，就是咱毋若干那听好听的故事，咱犹原听到真侪人所经历到的苦痛、艰苦。我们不会因为在教会里面，你就发现你考试就一路顺风，你就发现你都不会被当掉，你就一定都可以及格。没有，在教会里面你一样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在教会里面最难能可贵、最感谢上帝的就是，你会发现，跟你周遭邻居、跟你的同事一样，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竟然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最大的帮助。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他被鞭伤，我们得医治。伊受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鞭挞，咱得到医治。所以兄弟姊妹，大家三甲斗阵的时阵，咱就搁一摆经验到耶稣基督的出世，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国活伫遮的故事的中间。我来咱树林教会4年半，到这个礼拜刚好4年半。2013年7月1号来，我还未来的时阵，就互长老招去病院，面对一个讲哪有要开刀的查某囡仔。我想讲，我未来教会来啊，都爱去面对一个这款的重担。那个重担不是因为我必须要面对手术，不是啊，不是我要放手术。做一个牧师，同大的挑战是安怎？要经历所有兄弟姊妹的重担。有当时我讲宁可我来放手术，不过当你甲兄弟姊妹三甲要面对伊的苦痛的时阵，你才会一摆深深体会国外的主伫咱的中间。所以今仔日真正的一个平安暝，咱恳求天父上帝，伊既然行这项事来到咱的中间，成做咱至好的朋友，过来搁较要紧的，伊要甲咱三甲斗阵，甲咱三甲斗阵行头前的路，每一步每一时刻，伊要互咱一个生命得无同的改变。你的经营，你的管理，你家己的时间，你领受上帝给你的恩赐，你还把握你每一个机会。特别是年轻的朋友，我们常常都觉得你们以后的路还很长，你们要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经营者？把你的生命经营的不是很灿烂，不是把你的生命经营的让世人羡慕，不是的，是如何让你的生命经营的可以跟永生接轨，跟永恒接轨，那样的生命才会有意义。若无你若踮这个世界，互你搁较熬拍拼，搁较熬灿烂，互世间人拍扑啊，那差一步甲永远活差一步的时候就无彩啊。感谢耶稣基督今仔日降生伫咱的中间，伊成做迄条桥，让有限跟无限接轨。让被鞭伤的看起来是奴隶的，竟然跟尊贵的主人、自由的主人能够接在一起；看是被关在监牢受刑罚的，竟然跟真正的平安能够接在一起。这个都是借着耶稣基督，也是我们在说平安夜最重要的意义。Shalom， 今天有一位姐妹陪着她的服侍者来到我们教会做礼拜。我们在第2堂礼拜会有几位从东南亚来的姐妹陪着他们的主人来做礼拜。
今天做完礼拜以后，有一个姐妹，一个老姐妹在等她孩子来接她。一边啊，陪伊的，那是按印尼来的。然后我就坐下来跟她谈几句话。伊甲我问一项，她突然问我一句：“伊讲牧师，他会讲华语。伊讲平安就是shalom吗？”他来台湾4个月，他在印尼。伊讲平安就是什么？啊，我说，伊是一个基督徒，在印尼基督徒其实有一定的比例。哦，她真的是一个喜乐的姐妹，从印尼来到台湾，来服务来踮咧这个家庭服务这个老姊妹。伊甲我讲平安，对我说就是shalom。希伯来文讲shalom，台语讲平安，华语说平安，但它真正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进入了得医治、得自由、得平安的境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这是我们无法想象、没办法了解奇妙的时刻。恳求主耶稣，你不只降生在2000年前伯利恒的马槽里面，我们也知道你今天再次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你再次出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间。我们恳求主耶稣，照着你自己的心意，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让我们能够因为常常仰望在你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面，我们要经历到自由，经历到真理，走在这条道路上面。谢谢你，因为你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你的牺牲是那么样的大，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我们恳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用顺服、喜乐的心来与主同行。感谢主，因为你的怜悯跟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愿主耶稣基督你所完成的救恩，愿天父上帝你所行奇妙的计划，愿圣灵无时无刻的陪伴带导，与我们大家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夜晚，圣子耶稣为爱降生，让我们一起来吟唱这首平安夜的诗歌，领受主耶稣的爱。边安眠，现旦迷。
让我们一起站立。平安夜，圣山夜，我们中王华生，照着圣母眼，照着圣衣。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晚上享受了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平安夜，也让主的爱饱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愿我们能够时常在主的爱当中享受他的平安与喜乐。这一刻，让我们一起来唱祝你圣诞快乐，彼此来祝福彼此之间，我们有圣诞的同乐。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请和你的隔壁的朋友们握握手，并贺圣诞快乐。祝贺每一个人在圣诞的节期当中都得到了神丰盛的恩典，平安喜乐与我们同在。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平和新年如意。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平和新年如意。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